可能嘛甲讲歹话啊，可能嘛安怎啦？哦，所以讲的伫这所在，咱要来找出了解一个出口，来达到了内心的平定。所以讲的伫法界众生平定对待，哦，所以讲的六祖讲吼。人有南北，但是自性无分南北，所以伫遮讲的嘛无讲说是北部人、南部人，嘛无讲你是美国人甲台湾人，哦，无。佫无人佫无了解种族歧视，哦，咱台湾应该是较无啦吼，较免这种族歧视啦吼。但是伫其他的国度咧，听讲就有哦，有咧黑人、白人吼，听讲因就有即种族的迄个歧视。尤其是伫黑人，早期咧，敢若像伊是一个奴隶就对啦。较早时黑人若像人的奴隶就对，所以讲真个人有当遐对迄黑人吼，有那是平淡状态，哦，对因拢无好印象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今仔日因遐新闻刊的嘛，当时有一个警察嘛，哦，去。伊即摆就讲，虽然迄个讲有毋对啦吼，但是伊就是讲，互伊掠着了后，伊用伊的骹踏武怎对伊的阿妈母跪落去，站落去了后，对方嘛有甲讲伊跟你无退啊，抑搁他都不为所动。无偌久呢，人哪死，嘛向路领起来，这手机怎方便啊？路边的人拢甲路领起来，哦，迄个人。已经互伊安尼饲掠着咧骹头骨蟆饲者无，伊个训练了偌有够诶吼。伫遐讲伊佫讲伊已经咧无退啊，叫伊嘛安尼就对啦。结果迄个警察无改变，所以今仔甲家己判，哦，杀人，哦，谋害，讲错个就爱关40大。美国警察。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咧，哦，当然伊这是过去听讲有那种种族的歧视啊，所以讲有当遐对黑人吼，变成就会有较无共的心态吼。所以讲咧，咱今日对着任何人咧，咱拢是爱一视同仁，拢是老母娘分明化性。所以咧，无亲所婉定，温婉情绪，无有了着这男女老少。哦，无有了着有利贫富，哦，善嫁甲即个富裕的人，哦，无有了贵贱，哦，水甲歹的分别。所以讲咧，咱今仔日人讲当着人，咱爱好好啊，哦，咱讲头是道面面是佛啊，固然伊即个环境比咱较歹，固然伊生做比咱较歹，固然伊的地位比咱较歹，哦。但是自性是平等，因为伊有佛性。哦，伊其实咱人看人无起呢。咱有一句话咧讲三年好当，三年好使嘛。你进吼袂歹，就代表后面咱袂歹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咱袂使笑啦，袂使看人无起。三年好当，三年好使啦。人要安怎无一定。正互你看无起来，到尾后以后出发比咱较好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爱人好，尤其是咱今日去学佛，哦，咱讲凭众生心，行平等心，就是佛啊。因为众生心咧有分别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凭着众生心，行平等的心，一视同仁，大家拢相像啊，拢准备好啦。哦，有好囝，你嘛是安尼甲对待。无钱，你嘛是共款安尼甲对待，哦，安尼的话，你当下就是佛，哦，所以讲有情无情，一时当然啊，直心就是道场，哦，直心就是道场，那么直心正直，只是读 RS 正直不阿，哦，正直不阿啦，哦。那么正直不阿，也是讲咱为人处事，咱一定爱公平正直。哦，道义是公的，你就是爱公事公办。
袂使贪亲啊。哦，如果若是贪亲，咱无够高，边仔人袂讲，会有话讲。哦，奇怪啊，这无公事公办啊，吼，家己个人吼，是安怎的时阵，伊怎啊偏袒去？是安尼呢，咱无法度去说服别人，咱无法度去说服别人。所以讲呢，天是大公无私，才会当受到万人的尊敬甲朝拜，的尊重啊。无免咱讲拜即个天地真神师。所以讲呢，上天伊就是无私，伊无偏袒，伊嘛无分别啊。所以毋知讲日无私照，地无私财。伊无可能讲这是好人歹人，较水无较水，有钱无钱，地位悬甲低，拢总是相相的。日头照照，地共款家己知啦。共款啊，空气共款总互伊说，袂讲安尼即个歹人空气歹互说，袂安尼。所以讲呢，伊就做到大公无私，那么不添曲，不添曲就是讲歹马屁。歹马屁啊！为人呢会做到歹马屁。为什么歹马屁？因为要得到赏识，得到他的利益。不言谎，就是讲言行啦言行讨好，用言假行去讨好。其实嘛有讲的，你爱去做。我咱去上个公司上个公司，但是这是互我已经无闲啊，但是伫遐个时阵就是